一人一道菜慰问独基长辈活动，是伫2年前由前北区妇女会理事长童晓云以及前年姊妹会郑经英会长共同发起，希望会当照顾到社区内独基长辈。活动迈入第3档举办，妇女会众姊妹会员也是热情不减，每一位拢献上家己拿手的料理，有烤鸡肉、炒米粉、米糕、卤猪脚等等的菜色是相当的澎湃。另外，还有明洞蛋糕、比菲多等企业嘛做伙加入活动，希望让长辈吃了欢喜又健康。我们的主委、我们的理事长都很相挺，由我来做一个主办，因为今天的那个一些餐点，我觉得也蛮满意的。原本因为我是第一次参与，所以我也是一直很忐忑，睡不着。今天早上起来就煎了80条的香肠。我们每年一次的，就是那个独居老人把这个餐点送给他们，让他们共享这个我们北区这么多的爱心。所以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几年了。好几年了，3年了。姐妹会这些的理监事会员们呢，他们呢非常的发心，然后一人煮1道菜，然后来关怀我们社区的独居长者，让他们也能够吃到妈妈的味道，然后一些拿手的家常菜，然后我们也非常感激。所以我在这里也代表我们振兴里我们所有的独居长者，还有我们共餐的长辈，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每一年这种活动呢能够持续下去，然后呢让我们呢北区仁爱姐妹会呢，能够把温暖送到我们振兴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北区妇女会甲仁爱姊妹会希望透过这些上餐活动，结合社会资源、民间团体、热心人士以及爱心志工的踊跃参与，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共同温馨团爱，让独居长者感受到社会温馨气氛，并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大众对着独居老人的重视，温暖社会每一个角落。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